12月7日是世界人权日，中华人权协会公布自2023年国内外10大人权新闻，排头前3名的是 MeToo 运动、以下战争，佮有向心翁仔某涉嫌国安法判无罪。人权协会表示，希望会当提醒社会大众，这人权佮有真济进步的空间。 每年12月7日是世界人权日，中华人权协会为国内外新闻评选出2023 10大人权新闻事件，总共有11件，检视台湾年度人权状况，包含MeToo风波、以下战争议题拢总有。 台湾的 MeToo 运动对于台湾的社会几乎是一个全社会性的一个震荡哈。那尤其是它还有后续的工作，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推动吹哨者保护法哈，真正赋权受害者哈，让他们能够以后勇敢的这个维护自己的权益啊，不用再担心说他会这个遭受到报复。 照排名来看，前3名依次是政坛、MeToo、亚洲权利欧办甲阿别人权协会，推动吹哨者保护法。以色列哈马斯拢犯战争罪，向心翁某地台超过1410天，无罪放出来。所以亲像是复查去中国，做着秘密拘捕，陆生有希望达出检捕，废除万年税单这议题也拢总在内。在4年前的选举的时候，被我们的政府认为说他涉嫌犯有。 类似间谍罪，整个政治的过程里面，其实有非常不堪，而且利用这个两岸民情的对抗啊，来达到选举效果，但是最后却发现当初的指控完全没有根据。事实上，每一条都很重要，推展这些议题，然后让社会大众来关心这个人权的事情。中华人权协会也表示，10大人权新闻活动已经是办超过10年，希望在这新闻爆炸时代，太平上保存记忆，也提醒社会大众，每年也有真大人权进步空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